怪，阮所历来不见。伊的口中你也使人心内感怀伊敢是来唤醒我？啥物代志？我必须来不解，为猜疑。殿下，这碗林松汤你还袂啉无？一直要冷啊哦。我无想要食，你放落去。是。哎，慢食。王强林，我问你，殿下，你有啥物代志？邱强林咧，为怎样我这几工哪拢无看到伊？邱强人伊是安怎？伊死啊！啊？死啊？要哪有可能啦？邱强林，我前几工看到伊的时阵，伊都还阁好好啊。听贵总管讲是得疾病而死的。啥物？得着疾病死？我哪拢毋知影。殿下，皇宫内底的人遮尔济，得着疾病而死，迄是定定有的代志嘛。是安尼啊？殿下，这无啥物啦，你也是读书较要紧啦，偏得有人输效你着死啊嘛。你退下去。是。邱强林，伊哪会突然间得着疾病死？碧云宫也无代无志互火焚烧，敢讲邱强林的死，佮着碧云宫被火焚烧是有牵连的？你母后，敢真是互火烧死啊？好心嘞，你较细声就好毋啦？哎哟，主人叫你顾门呢，你还坐遮多久？啊，咱翁仔某安尼规时踮遮伫咧顾，伫咧顾。啊，你坐走啊做饭，我家己一个坐囥咧遮无聊，我煞叫拄久，我哪会知影？哪会用安尼讲啦？主人安怎吩咐，咱就安怎做啊？啊，是讲嘛奇怪，你知无？安怎？啊，这小妇人嘛毋知啥物身份呢？啊，主人带转来就讲这是伊的恩人，啊，讲叫咱着好好啊，甲伊照顾。啊，我看伊安尼规日咯，到房间内啊，直直哭，直哭，哭啊，偌伤心嘞，你知？
我咧睇緊看。你莫安尼爱款闲仔事好无？我即马芳饭了，要叫伊食啦。啊，咱中华的精神，你著甲我叫啊！好啦好啦。小夫人，咱好食饭啊哦！你毋通搁再哭啊啦！你啊规工安尼目屎做饭吞哦，看着实在足艰苦心的。来食啦！是毋是你感觉讲，阮翁仔某对你无够好，伺候你无周到？毋是，你翁仔某对我实在真好，我只是想着我家己的运命，哪遮尔啊歹。是讲吼，世间的人吼，个人拢有个人的苦处啦。就比如讲，阮主人就好啦，安尼7少年8少年就进宫去做太监。啊，虽然讲食的是山珍海味啦，啊，一日到暗对皇帝甲皇帝娘的身躯边，外表看起来吼是足得意的，足威风的啦。啊，毋过话搁讲倒转来，他即嘛是一个太监，嘛袂娶某的，将来嘛无后代，这嘛是伊的苦处，你讲有影无？对啦，啊，就是讲吼，皇帝娘啦，伫皇宫内底安尼受尽荣华富贵，嘿，无一定吼，伊嘛有啥物苦处嘛无得靠。唔通伤心啊啦，唔通搁再哭，你安尼一日哭到暗吼，对身体足唔好的呢，你着较保重呢。来，咱来食饭，吼，趁小小紧来食。来啦，紧食吼。要恁主人感觉即摆喊的啊，大人伊是皇宫内底的人啊。啊，这个厝另外还阁有住啥物人啊？阮兜哦，啊，都阮翁仔某啦，啊，我阁有一个囝吼，号做中华，今年3岁啦，啊，阁你安尼尔啦。要恁主人，伊敢无爸母也是兄弟姊妹？自从阮主人进宫去做太监，伊的爸母就相煞来过身去啊。哦，对啦，啊，阁有一个小姐啦。有影，前几个月前啊吼，啊，阮主人有一暗啊，安尼雄雄公公走转来呢，啊，无问无下，将阮小姐安尼拖海就全带走，啊，一个带出去吼，也无消无息，啊，全无好倒转来啊。哦，对啦，带阮小姐走的第2天的透早吼，阮主人就带你来阮兜啊。啊？安怎？主人倒来。阮主人倒转来。主人，范福，是。你先退下，先煞将门关起来。若是有外人来，马上来我通报。哈，我知影。是。路边叩见娘娘，伊总管紧起来，谢娘娘。伊总管将来情形如何？这殿下伊好无？啊，娘娘，殿下伊真好啊。是毋是丹林甲巧子伫咧伺候殿下？巧子，这所以是安怎样？啊？娘娘，巧
注意死啊！是啊，叫做伊啥早死的？哈？娘娘，是为着当年二马换太子之事，被老王爷拷打，叫做为着要保守秘密，所以夹头自尽。这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，这个小妇人受到真大的打击，而且伊心内又搁有真济心思伫咧，伤心过头，目屎搁流真济，身体啊真软弱伫咧啊。安尼哦，这安尼，这你就安尼拜托你吼你。大夫啊，我想讲困要安怎啊？无咯，大夫啊，是毋是搁较严重啊？是哦，这真厉害哦！哎呀，我看啊，伊吼目睭啊，目睭会安怎啊？目睭。大嫂啊，哦，我伫遮啦。今来暗暝懵，是毋是已经半暝啊？范大嫂啊，范大嫂啊，我伫遮，我伫遮。你哪会房间内也无点灯仔火？对啦，油都用完啊，袂记得去打啦。即摆已经半暝啊，哟。是啦，半暝啊啦。无啦，你毋通起来啦，你要倒？我想讲要来门口埕遐行行咧啦。门是伫倒位？哪会也无看迄窗啊？四更啊，暗暝懵，哪会连一点仔月光都无啊呢？因为都歹天啦，所以才会乌天暗地。你吼身体也无好，你毋通出去，毋倒去寒着就毋好。来啦，你遮椅仔坐吼，我摕一杯茶互你啉，来坐遮吼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停就好啊。我甲你停啦吼，你坐哦吼。大夫，到底娘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目睭都目睭？大夫，有要紧无？来啦，来啉茶。大嫂，房间内暗暝懵，我都无看茶伫倒位，你哪有看通好停？目睭是安怎？目睭到底是安怎？烦恼，到底是安怎呢？目睭都青面啊！青面，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青面啊！我目睭好快啊！我看不到我囝我都看不到你啊！我囝。
是含冤离死。父王，因为怎样会突然降旨来火烧碧云桥？这个记着一定有缘故的。好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，问父王伊火烧碧云桥的原因，也搁有李母后的生死，我也要找一个明白。娘娘，是毋是要来凉亭内休困一下？唔免啦，我想要踮咧这个九曲桥上行行咧，想煞看水池内的鲤鱼啊。是。桂花，你看，这个水池内的鲤鱼，伊自由自在，遮尔啊快乐，伫咧游来游去。这个水池内永远就是因快乐的天地啊。是啊，伊就甲娘娘你共款，无看无路，无烦无恼，上强永远是娘娘你的啊。娘娘，你喊气是喊气什么？想当初，我费尽心血，真无用意才达到这个皇后的宝座。那么皇帝失足步入这个金水池内，丧失的地基，敢是我皇帝的份呢？哎呀，娘娘啊，过去的代志就莫阁去想伊，免得咧伤心啦。桂花，你敢若亲像真得意？娘娘，我是为你咧欢喜的。我却是担心啊！担心？担心什么话？担心殿下，伊敢有问题？娘娘，
你想起太多了。不管殿下是毋是有问题，伊究竟也是南清宫8千岁后生。敢讲娘娘，你敢将伊？我无这个意思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殿下一直伫咧追问李新辉的罪，以及过烧碧云宫的原因。我惊的是，将来伊若是登基帝位，当年迄件代志，敢会？娘娘，你想起太远了。殿下若登基地步，你是一国的太后。搁再讲，李新辉也是啊，口出也忘啊。当年迄件代志已经是死无对证啊。三月，六三，什么人？我的鬼啊！娘娘，如果话哪里有一个鬼呢？滴水的！我挂了口子啦！口子？娘娘，还是你目睭看了口炎的物件。这是，咱回宫，咱回宫，咱回宫来去。别惊，咱回宫来。咱赶回宫。你连骗唔叫皇帝！